当年热心公益有台湾之光称号的杜元坤，目前担任义大病院的院长，曾经得到2019年医疗奉献奖。24号下午应邀佛光山南台北医举办健康讲座，包括市长黄伟哲、立委陈廷辉以及多位民意代表拢到场出席，肯定院长对社会公益的付出。院长这些年来从事的社会公益，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感谢，也感动，充分实践了佛陀的这个人民爱物的精神。谢谢各位来南台别院，谢谢各位来参加杜院长非常非常精湛的这个健康讲座。希望这个讲座结束之后，回去大家不仅来南台别院这个同沐佛恩，能够心灵平安喜乐之外，能够在健康上，能在生活上有更好的这个生活质疑。佛光山南台北院主持满洲法师表示，会促成这场的健康讲座。一方面是因为媒体人甲凯尔集团的看线，另外因为杜元坤院长本身是台南囡仔，抱着对乡亲的回馈甲疼惜，才伫短短2个月内促成这场的讲座。诚如刚刚我们市长讲的，南台北院呢，我们最主要呢给大家一个身心灵的健康。那我们也感谢呢院长，他回到台南的故乡，他可以说是我们台湾之光啊，在台南边台湾之光，我们也以院长为荣。但是除了身体的保健以外，精神、心理的保健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在佛教讲，怎么样做心理的保健呢？第一，就是心宽，你就能自在；第二呢，你要放下，你就能淡然；第三呢，这个要乐观，要进取；第四呢，知足感恩啊。这场健康新希望分享的是软骨再生的新技术，甲如何保护脚头污。杜院长表示，人体的脚头污是承受体重上重要的关节。如果正常徛的承受的力量是体重的1倍，那安尼爬楼梯或者是运动，有可能是承受体重的2到10倍。如何保护脚头污，避免软骨的磨损，就相当重要。咱知影年纪伫45到64岁查某囡仔伊的这些关节也只有30%，但是65岁以后呢，女性同胞68%的关节炎，这比例足悬啊！你若用这来换算成咱台湾的人口2300万，咱一年关节炎350万，350万个人关节炎，所以这对咱社会来讲是足大一个公共卫生的议题。但是咱若定是到75岁以上，75岁以上有超过85%有关节炎，所以咱要来控制呢，第一个当然体重。体重较重的时阵，咱要用这个控制，比如讲可能爱运动，运动就是相对简单的运动，等下甲大家讲，什么款的运动会较好。所以来讲减重，迄毋是特别好看尔，毋是讲你衫较好买，嘛会当互你糖尿病、高血压，佮你的体重降下来了，关节较袂关节炎。伫个佛光山南台北院甲凯尔集团共同的主办。现场数百位座位，会用讲是座无虚席，因为防疫期间，参加的民众除了事先报名以实名制，另外嘛拢专程来挂喙罨，提供民众一个新心灵净化的健康讲座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